感是起来了，而且还有点半瓷底的感觉，棉感画的呢也是比较开的，没有什么团棉跟死棉，这支我是喜欢的。卖多少？这条30，这条倒是没开价，25，加点吧，问姐。正确料子加不了多少，加2000。行吧，给你了，再给你来条粉紫色的，冰粉紫的一支。像这种粉紫色的材料呢，见光的话它很容易就失色了，因为它毕竟紫色的料子嘛。但是呢，你在自然光下、室内光下去看它的话，还是比较浓郁的颜色。卖多少？18、12行，温姐今天很爽快，给你了。下一条，再给你来条白冰的。你给的价我都看得到，所以我给价也爽快。纯白冰的一支，棉感画的算是比较开的，这个地方呢会一点点的小棉点，不过不会怎么影响美感，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纯净的。像这种起胶感的白月光呢，一般是很多姐妹的最爱，因为呢它少那种冰渣感，看起来会更加纯净无瑕一点。卖多少？这条也不跟你开价，实打实的20，4万。4万不行啊，温姐，你看一下这个冰感，这哪是4万的品质？ 6万。